不变，是无变哦，不变哦，疼痛不变，对无？好，这首诗歌有唱过无？敢有唱过？咱敢若真少唱这首诗歌吼，所以咱来练习这首诗歌。上帝为咱疼痛不变。啊，唱的时阵吼，咱唱的头前，咱先来念歌词。来第一节，上帝为咱疼痛不变，啥人会对敌咱？无少信囝为咱来献。万里白白，互咱第二节，啥人要国上帝选民，上帝称伊做伊，啥人会定伊做罪人，主替因死国起。第三节，伊坐大名替咱祈祷，虽有患难忧闷。困局、鸟无困局、鸟无危险来到，对听一心有存。第四节，无论将官死死活命，官人现今将来，拢会迄当吼，上帝会听。就是地主仁爱。好，好，咱来唱。等下，他应该会延迟。这应该没有延迟。他直播了。没有吗？一首诗歌是伫个108首，这首诗歌应该家己较熟吼，伊来唱真爱。好，咱来唱一节就好，咱来唱最后一节。感谢上帝，咱来一般心，心里两面美白。
来啊，咱着耶和华唱歌，救咱的石盘，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咱做伙来吟诗讨乐上帝，圣诗118首，上帝为咱听头不变。圣诗118首，上帝为咱听头不变。请你的评选手。感谢主带领阮组织伫遮来敬拜你。今仔日是青年时光纪念主日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青少年的时通明捌你、服侍你，也甲你建立好的关系。即是阮要用主教示阮的主祷文来祈祷。阮伫天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一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抵传阮入去，就救阮脱离你的海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大概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做伙用启应的方式来读上帝的话。启应文28篇，诗篇128篇，伫圣诗后壁面1049页。请着我来读，也请兄弟来念。要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耶稣来创造永远。愿以色列讲。耶稣来创造永远。愿阿伦祭司的家讲。耶稣来创造永远。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。耶稣来创造永远。伫危急的时，我求叫上主。上主就听到我在对我。上主甲我同在，我袂惊惊。甲我开公义的门。我当入去感谢上主。这个门是上主的门。只有这个人当入去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要感谢你。因为我要开你来救。去除师傅去师的少。一定将这上要救。这是上主的作为。
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解救阮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互阮平安。奉上主的名来的，迄位应该受祝福。上主上帝，你奉咱恩怨，着夜受基参加庆典。有缘来到这大的世界头呀！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来宣扬你的伟大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你的主爱宣到永远。这是咱做伙合同的祈祷。至神天地，阮对阮的生活以及阮所领受的献上感谢你赐阮稳定，互阮面对每日的生活。感谢你赐阮会当听的耳孔，以及一个祈祷的心。接纳发生伫阮身边的代志。主耶稣，阮看见侪人甲你同齐受苦，毋是每一个人拢安尼平安。战争、经济、政治、宗教的冲突，伫世界中不断发生。伫昨受主日，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攻击，造成侪人受伤死亡。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冲突无停止。美国政策变化造成全世界经济震荡。中国军事的压力，台湾政治风波不断。混乱的消息造成人民的对立，拢互阮每一个人坐少活伫不安内面。求你搁爱配合伫阮中间，坚固阮，使阮面对关键的智慧。亲爱的圣神，求你甲阮同在，互阮充满平安、慈悲的平安，使阮更加相信的愿望。你是和平的神，慈悲的神。阮安尼祈祷是伫阮主耶稣基督的内面。学了，咱请献歌队，伊要献的诗歌是。这是阮来听圣经上帝的话，记载伫约翰福音20书第1节到第11节。伫圣经新约第241页，20书第1节，设一个头一日清早，天也未光，大大的玛利亚国王发现烛已经对梦刷开，就走去就近西门彼得甲迄礼拜的学生，就是耶稣所听的迄个，甲因讲，有人将主移出梦，我毋知下伫倒落，所以彼得甲迄礼拜的学生出去到梦。两人边边走，迄礼拜的学生走最头，比彼得较紧，大声到梦，一路看梦来，看见右地部下地独独无入去。西门彼得缀后到入梦，看见右地部下地，搁看见包头开的云，
无甲幼队部做一位，是另外伫一所在更地。迄时，迄个大新国防的学生也入去，看见就想，因为因也未明白圣经的话，讲伊的确着对死人中国话。对安尼，两个学生倒去家己的家。独独玛利亚徛伫门外咧啼哭，哭的时压落看门来，看见两个天使穿白衫，坐伫耶稣的身尸所捌安置的所在，一个伫头，一个伫骹。因就甲伊讲：有真人啊，啥思考？应伊讲：因为人将我的主移去，我毋知下伫啥物所在。已经讲遮个话，就翻身向后面，看见耶稣咧徛，也毋知伊是耶稣。耶稣甲伊讲：有真人啊，啥事提头？你找的是谁？玛利亚拍算伊是故乡的，就甲伊讲：头家啊，你若有囥伊去，请甲我讲，下伊伫啥物所在，我就去收伊。耶稣甲伊讲：玛利亚啊，伊就活转身，用希伯来的话甲伊讲：亚波尼，意思就是生生。耶稣甲伊讲：我对望我，因为我也未自去敬拜，你着去找我的兄弟，甲因讲，我就去敬我的爸，也是恁的爸；敬我的上帝，也是恁的上帝。满大掠的玛利亚就去甲学生讲：我已经看见主，搁讲主用遮个话甲伊讲。俄勒，咱请信歌队，诗歌是唱俄勒的歌。俄勒煞请你牧师讲道，题目是一定记得住。
认为高田教会今晚兄弟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，我有机会来遮甲大家分享上帝的话。当然，我的家己嘛是像在座遮的青少年安尼一步一步锻炼训练起来，所以看到因讲家己，我心内嘛真感动。今仔日是过偌济的第三个主日，我想到过偌济，咱每一人拢有无共款的想象，咱每个一摆来思考过偌济的意义，过偌济咱会想到啥物货？可能4月20的时阵，有食迄个复活的粿仔的卵，我毋知影嗰条教会敢有照，应该是有，我看也有。搁有圣歌队爱准备足侪献诗、赞美礼拜，甚至有的教会搁有即个华语讲叫做朝阳礼拜。我是朋友咧服侍的时阵，后摆足早就起来去到海边参加教会的粿仔礼拜，代表讲。耶稣的粿仔亲像迄日头安尼升起，上带来人生命的温暖。所以当这粿仔节，对一个基督徒来讲，咱有啥物款的意义？是一个特别的主日，献诗的主日，还是咱可以当伫即中间通过纪念粿仔节，咱搁一摆拄着粿仔的主。伊今仔圣经在中间，伫天还袂光的时阵。有人来到耶稣的墓园，到底因是安怎要去遐？因看到啥物货？玛利亚，伊是安怎看到主？耶稣是安怎用伊来显现？今仔日在座每一个姊妹兄弟，咱伫即个时代，伫即个世界，每一天的生活，伫现主时即个礼拜中间，主要安怎用咱来显现？咱要怎样看见主？就是要邀请大家做伙来思考。我想约翰福音书，大家拢真清楚咱教会传统认为是使徒约翰所写作完成的。伫迄个所在，耶稣对天顶道成肉体来到即个世间。咱今日所读的经节是第20章。若是看第19章，咱就知影讲，因为咱要讲耶稣的粿仔。就爱先讲耶稣的叙事。咱知影耶稣以前拢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是因为伊得罪着遐个祭司长、甲天下教师，所以要将遮个人要为着因的利益，要将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。咱看到遐个看起来有信仰的人，竟然要将上帝的囝耶稣基督杀死。耶稣的罪名就是伊头壳顶所写的迄个犹太人。因为耶稣伫头所在，伊宣讲上帝国、上帝的国度要临到，所以耶稣宣讲即个上帝国的时阵，上帝的国度甲即个罗马帝国圣殿的权力的体制产生极大的冲突，所以伊要将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。当时迄个十字架。就是像咱即马是一个荣耀的记号，迄个十字架是一个暴力，还是恐吓，还是要互伊感觉见效的宪法。所以咱会当想象，伫19章内面，咱看到罗马帝国是一个真残忍，也个充满暴力的一个国家。但伫迄个暴力的中间，19章的即个后尾嘛有勇敢的约瑟。伫迄中间，要去领耶稣的尸体，佮有迄个尼哥底母要用香料、用抹布来甲耶稣的身躯来包好安葬伫迄个墓园内面。当安葬了后，就来到今仔日，咱思会咱的即个同学所读的经节。伫迄个所在，圣经讲礼拜日透早，天还袂光，外大粒的玛利亚去到墓边。我想，迄是一个黑暗的时刻，是一个天还袂光的时刻。无论是环境的黑暗，还是心的黑暗，因为迄当阵总是伫过去的3天的中间，有侪人因为拄着耶稣，有人食着烙底饼、两尾鱼、食饱，嘛有人病得着医治，嘛有人跟做耶稣3年。不过伫迄当阵黑暗的时刻。所有人拢离开，毋敢承认
但是有一个我代表的玛利亚，伊冒险，总是耶稣已经死啊。迄个上帝国的运动，看起来敢若已经失败啊。不过耶稣伊所即个甲伊听说过，即个我代表的玛利亚，伊有去到墓地迄个所在。对第20来讲，可能甲伊做伙去的人，伊讲我毋知因甲伊囥伫啥物所在，所以表示讲我代表的玛利亚，伊可能是甲其他的福音人做伙去。到底伊想要去遐？因为圣经若是看19章后壁面，一定有讲，已经有人用香料，甲耶稣的即个身躯已经有挂香料啊。所以即摆玛利亚去到遐，上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要表达伊对耶稣的即款的疼，表达伊对耶稣受死的艰苦。所以当伊到门口的时阵，伊发现迄个石头竟然有人刷开，所以伊真着急，因为伊找袂着所爱的耶稣，所以伊就赶紧去找西门彼得以及耶稣所听迄个门徒，甲伊讲。有人甲耶稣的门口的迄个石头刷开，当迄两个门徒伊知影即件代志了后，因就赶紧走去望门厅，伊嘛伫遐咧看，看去迄个望门是空的，内底佫有油麻布头巾。咱知影讲，迄个油麻布甲头巾，若是咧包迄个尸体所用的。伫圣经约翰福音书中间，耶稣路伊死亡的时阵，伊的身躯也有头巾。但是，即两个门徒，迄个空的坟墓，因无看到耶稣，因入去看去空的坟墓，彼得无特别的反应。但是其中另外一个门徒，圣经讲伊就信，但是圣经无写讲到底伊所信的是啥物货。圣经约翰只有记载讲，因看了就紧转去厝。我想这是真有意思的代志。因看了就紧转去厝，因为因还阁无明白耶稣伊要对死人中过活。圣经讲，这个门徒虽然看去空的坟墓，敢才有一个有信，不过因还阁无明白耶稣受苦、受死、过活。我想这嘛是因信仰伫迄当时上真实的状态。到底谁爱要转去厝？是犹原继续惊遐，还是有烦恼，还是嘛是惊罗马帝国把伊掠去，亲像掠耶稣共款？第二个部分，这个门徒看去内底是空的坟墓，阁有头巾，阁有油麻布。真趣味，伊直接转去厝，伊无甲玛利亚讲，到底看到啥物货？结果咱看到11节到18节，玛利亚伊家己留伫遐，迄两个门徒做因走。玛利亚留伫墓厅，继续遐祈求。我想对耶稣的疼真有感动，对耶稣真孝良。不过我想伊嘛有点彩，感觉耶稣哪安尼就离开。安尼就互罗马帝国电视。伊伫掠种有贼仔，甲耶稣的尸体来偷摕走。所以当天使出现的时阵，伊掠种迄个是讲的，到底伊讲到底是啥物人甲耶稣的尸体来摕走？伊讲玛利亚问迄个天使讲，有人甲我的主刷走，我毋知。因甲伊囥伫倒位？讲我的主，咱看到玛利亚伫即个时阵，伊犹原真勇敢，伊犹原讲，即个耶稣是我的主。就算伊互人，即个耶稣互罗马帝国安尼当做判断犯，安尼定死伫十字架顶，伊犹原讲我的主。我想，即个玛利亚伊可能祈求安尼较伤厉害啊，所以当耶稣伊主动。显现出现的时阵，伊无毋知影讲，即个就是耶稣。伊甚至问耶稣讲：“你敢是迄个讲的？”所以，伫即个
虽然这个温度对耶稣3年，阁是男性，伊看到坎的坟墓就是，毋过伊随转去厝。毋过即个玛利亚虽然伊无讲介了解，伊嘛无讲介清楚，伊嘛无即日看到迄个头巾甲羊毛布，故伊就是做一个妇儿人，女性竟然遮勇敢，直接讲我要找我的主，甚至要关心伊的尸体到底伫倒位。所以即个时阵，耶稣显现的是，伊就甲伊叫玛利亚，玛利亚叫伊的名。耶稣伫迄个空的坟墓中间叫玛利亚伊的名。迄当阵，我想玛利亚的性命有产生改变，伊认出迄个就是耶稣，所以伊甲耶稣用希伯来文讲耶和华，意思就是耶稣。对耶稣的尊敬，对耶稣的即个钦佩，所以检查即当阵，玛利亚可能伤欢喜啊，伊想要甲耶稣掠掉的，希望耶稣莫阁离开伊。耶稣甲伊讲，毋通甲我去咧，因为我还袂去，我还袂就去爸遐，恁着甲我的兄弟讲，我要就去我的爸，也是恁的爸，我的上帝，也是恁的上帝遐。所以这是啥物意思？这是咧讲爱互耶稣，意思讲爱甲玛利亚讲，你甲你的手当甩开，因为我要过去爸遐。所以耶稣也甲伊讲伊的兄弟，就是讲我的兄弟。耶稣讲这个我的兄弟是咧表达，才会离开四线，无承认耶稣这个温度。所以耶稣伫遮称呼这个软弱的温度，诚做是伊的兄弟，诚做姊妹兄弟。所以毋但安尼，耶稣伊过我了，伊要上天，一直到爸遐。所以咱伫遮看到。玛利亚虽然伊毋是伫迄个12个温度命带的中间，不过因为对耶稣的疼、信心，伊诚做第一个经验，耶稣过我的见证人，甚至伊阁会当用温度来宣讲即个好的消息。所以即段圣经，我想要甲大家分享两个重点，来甲大家来交流。我想对这段圣经，咱做伙来思考。耶稣的过我会带来一个新的修复甲创造。伫旧约的中间，有即个爱甸伊甸园，人伫即个爱甸园中间有犯罪，带来死亡。伫即个新约的中间，这是一个墓园。即个墓园，耶稣就敢若亲像迄个讲的共款，伊咧修理。咧受苦，带来新的创造。以赛亚书51章第3节，伊讲：上主要安慰耶路撒冷，安慰伊所有的风波。我要互沙漠变做亲像爱甸园，要互风波亲像上主的园。伫园内有欢喜、快乐，有欢乐的声。我想，伫过去爱甸园内面是死亡，是绝望。是犯罪，不过伫即个现在即个经节中间所讲着，即个墓园内面，检测也有死亡，也有绝望，也有怀疑，也有无清楚。不过耶稣的过我有带来新的活命。耶稣的过我，互迄个死亡的墓园的中间，成做一个过我活命盼望的所在。我想这也真值得咱做伙来思考。咱知咱基督教会内面，有个教会拢有迄个基督教的墓园。我个教会我毋知讲有，但是我知影有个教会也是讲咱的总会嘛有。到底基督教墓园存在的目的是啥物货？除了会当买迄个塔位是讲迄个骨灰瓮赚取遐个收入，敢会当互迄个墓园？诚做人会当拄着耶稣基督过我活命、性命盼望的所在。我想这是耶稣的过我所要带互咱第一个意义。第二个部分，当玛利亚伊
听到耶稣的声，耶稣称呼伊的名，伊也回应耶稣，来称呼耶稣做伊的老师。我想即款的情形，即款的关系，就亲像上帝旧约中间，上帝在甲人立约共款。当玛利亚伊回应耶稣基督的声音，伊的性命活当时，伊会产生改变。本来伊是咧找迄个耶稣的尸体，但是伊决定伊要掠掉迄个割腕的耶稣。即个玛利亚原本是对天靠忧伤无相信，安尼头前毋知到底未来是怎样，但是当伊拄着耶稣了后，伊才做一个勇敢、愿意做见证的人。伊毋是转去家己的厝，是要转去伊去到文道遐为着主做见证。我想这就是人拄着割腕主耶稣基督的经验，互人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我想每一个人信仰的路程拢无相款，较早信的无一定会较有信心，较晚信、较晚洗礼嘛无一定较无信心。我想迄个关键就是信仰的上课，也是讲洗礼的年资，也是服侍的罪少。我想信仰的关键是因为咱定定拄着迄个割腕的主，拄着割腕的主，就是咱信仰生命旅程的开始。今仔日的社会中间，就亲像今仔日咱的青年所遇到的共款，有侪侪黑暗的所在，有侪侪黑暗的时刻。对青年人来讲，可能是面对课业的压力、感情的即个憔悴，也是伊工作的方向的憔悴，人际关系的孤单。对中年也是家庭的兄弟，可能爱照顾父母，爱照顾囡仔，有时间、金钱的负担。对侪侪年长的长辈来讲，可能是身体退化、患病带来的即个忧郁，也是另外一半提早离开、独居的孤单。我想咱拢甲玛利亚甲遮的门徒同款，咱拢捌经过迄个黑暗的时刻，咱拢捌因为一寡代志无感受到盼望，暂时无信心来提靠流目屎。不过我相信，今仔日的经节会甲咱提醒，耶稣要带来新的改变，要带来新的创造，要互咱生命中间迄个困境、黑暗的时刻，要成做伊割腕换命、盼望显明的所在。我想玛利亚伊甲遮的门徒，其实伊拢是无完全的人，亲像你我共款，因无明白的提靠，甚至伊嘛会好认主离开主。但是耶稣讲，遮的软弱的人，耶稣讲，遮是我的兄弟，遮是我的姊妹。耶稣接纳遐个无完全软弱的人，所以甚至伊佫讲，遮个有共一个天父，有共一个上帝。甚至耶稣佫找见遮个软弱的人，去鼓励因，要为着主耶稣来做见证。咱看到伫使徒行传的记载，也是讲约翰后面的记载，迄个软弱的西门彼得，主甚至甲伊交托讲，你着养饲我的鱼。遐个四线的门徒，也伫使徒行传内面，诚做伫罗马帝国内面勇敢见证耶稣割腕见证。我想，因拢亲像玛利亚共款，因的生命活当心，因生命的焦点能够放伫因头前所看见。伊无去用因家己也是世界的价值观来看待信仰，因乃是领受上帝互因的信心，记着割腕的主，用耶稣基督的眼光甲生命来回应耶稣对因的呼召。
我想今仔日，我毋知影，若是耶稣叫你的名，某米人，你会有啥物款的反应？咱敢愿意用耶稣，互咱的眼光看待咱每一天的生活，咱的人生，咱的步调。就算你即摆是拄着艰难、困苦、绝望、忧伤，甚至是死亡、无迄款的所在的情境中间，我相信，迄个高我的主，有啊，要为咱来显现，互咱的忧伤，让来到高我的主面前，甚至为伊来做见证。我想，这就是咱每一礼拜来到上帝面前，来到教会上大的愿望。因为圣经讲，亲像咱今仔日圣诗118首所唱，无有啥物话会当测量上帝通过咱的主耶稣对咱的听。亲爱兄弟，我想耶稣基督叫我的故事，逐个人拢真实。但是，你敢有相信，迄个死亡的所在、忧伤的所在，会当成做叫我毋望活命的所在？我想，对于你我来讲，检菜有当时真好去想象。不过，当我想到这条检菜的时阵，我想到一个见证，短短的见证，想要甲大家来分享。大家知影这个所在是啥物所在吗？这是七星中会的一个教会。这是义工教会。咱拢知影义工教会过去是一个死亡的所在，敢毋是？因为当时违反政府，杀害林义雄先生的妈妈甲伊两个查某囝，迄个所在是一个失去性命、忧伤、啼哭的所在。毋过上帝的带领，互国内国外侪侪台湾人，长老教会，佮有世界的教会，大家奉献回应，互迄个所在也做一间教会，人会当伫过去死亡的所在，伫遐拄着叫我活命甲愿望。我想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叫我带互人一段见证。若无主耶稣，迄个所在哪有法度成做一个带来人愿望性命的教会所在？所以，倒来到今仔日的现在，耶稣会叫我带来一个新的修复，甲新的创造，互咱会当甲上帝有一摆恢复关系。咱的性命也会当伫迄个所在，来拄着叫我的主，咱的性命就有改变，甚至成做主的见证。伫约翰福音书内面，有侪人，伫罗马帝国的世界，伊咧超找迄个活命。不过约翰福音书的作者甲咱讲，上帝要通过对天理来的主耶稣，道成肉体的主耶稣，要将迄个活命带互即个世界。因为耶稣基督本身，伊就是活命。咱今仔日来要伫咱的人生教会中间，咱要来拄着迄个叫我的主。最后，今仔日是青年暑假纪念主日，有需要要伫遮来继续互上来勉励，期待咱的教会会当成做一间陪伴青年无暗时刻的教会。陪伴青年面对因生命困境、啼哭、忧伤的教会，有更较侪听因的故事，并且甲因做伙超找信仰。上时，若鼓励教会会当提供时间甲空间，互因伫即个所在固定教会会当听起主耶稣的声，会当听起主耶稣伫即间教会。要叫每一个青年的名，甲因做伙经历主耶稣基督的同在。我相信，当咱参悟青年的生命的故事，就亲像咱在今仔日咧读这段圣经在共款。这个人也是青年，当咱读这个故事、读这个见证，咱也会做伙拄着
迄个叫我的主。最后，也要邀请大家，教会每一个人，无论是囡仔、青年，还是年长的，咱拢爱做伙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甲邀请，成做一个勇敢见证主叫我的信仰群体。亲爱的姊妹兄弟，你敢愿意伫即个礼拜的中间，搁一摆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，伊就叫你的名，甲伊相较同名，看记主，搁活出，搁我信命，甚至上帝要搁互咱气力去鼓励其他软弱咱这个低头、憔悴有遮的姊妹兄弟。不管咱今仔日，咱拢会当做伙见证讲，我一定遇到主，我一定遇到主，让诚做咱生命的见证，甲恁身躯边的人来分享。啊，这是做伙人心人祈祷。听惜世间人，互人定死伫十字架顶，搁对死搁活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阮来到你的面前。你知影即个世界充满帝国的风险，你也知影阮生命中有侪的困境，也有无限的时刻。有时，互阮逼到阮对你有犹豫；有时，阮的信仰也无稳茫，甚至是绝望。但是你通过圣经上帝你的话，提醒阮，无论啥物代志，拢袂当切断你通过主耶稣基督对阮的听。因为叫我的主有永远来显现，阮也要听到你的呼召，阮也要听到你的声，阮也要记着主。也愿你搁一摆找起无完全软弱的阮，含正做你搁我的见证人，去鼓励陪伴阮的姊妹兄弟，阮的厝边，特别搁一摆找起阮，找起我伫教会去陪伴即时代的青年人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搁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做伙用书读圣经来做一个祈祷。我是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温州必来岛里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路灵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可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可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咱即时来吟诗回应上帝，圣诗108首，伊来唱仁爱。圣诗108首，伊来唱仁爱，请起立传授。我
尊敬的上主，感谢你今仔日搁一遍，互阮来领受你的恩典。阮知影，阮所有的一切，拢是你所赏赐。感谢你创造阮的生命，互阮有心来服侍你。求你互阮智慧，互阮知影啥物是你所欢喜的代志。恳求主欢喜阮的奉献。安尼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这是咱来完成新朋友，今日有一位新的朋友，伊叫做吴建勋，伊是对网络来找着咱固定教会，毋知伊爱坐对。好，咱来拍我来话。好，咱请伊来甲咱讲几句话，互咱知知。好，各位亲爱的敬畏的人平安。平安。我是来自云林东南长老教会的弟兄，对，然后现在是刚好工作转换，所以到台北工作。然后目前是在大安区的软体业工作这样。对，然后目前是住在中和，对，然后就是现在还在找教会这样。谢谢大家。咱找。搁有一位新的朋友，咱请伊来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这名字是郑雅，我是那个许明轩的那个高中同学，那个就是这次来台北这边找他。对，我来自安乐圣教会，对，来自安乐圣教会。我补充吼，也有真久吼啊，大家无看到的回应吼，有杨胜甲伊知影，阁有因的小朋友吼，云欣吼，他们从高雄好在外公，对不对吼？然后还有丰荣跟佩如，他们招呼一下，有方正弟兄，哇，我足久无看到黄方正弟兄吼，他们都今仔日有看到伊吼，有伊的信仰吼，甲一好，感谢上帝的保守吼。好，咱来行平安礼，做伙来唱平安礼的时光。来互相平安。
咱即时来伫酒杯后面，吼，伫酒杯后面，咱看今仔日的节目，吼，啊，咱台语念一道，啊，华语念一道，外来念的哈利啊，就去甲先讲，我已经记着主，搁讲主用这的话来讲，约翰福音20章18节。摩大拉的玛利亚就向门徒报信，我已经看见了主，又把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。约翰福音20章18节。好，咱继续来报。消息报告，雷电温出的邀请来这个咱感谢你今日的服侍，雷电青年曙光纪念主日，今日市总会所定青年曙光纪念主日，礼拜有青年团体参与服侍。邀请兄弟关心甲参与青年曙光，培育少年人信仰生命的成长。第三点是中职会公告，后主日5月10号，中昼10点半召开中职会，请中职举办时参与。各种若是有提案，请交予中职会书记胡以乐指示。第4点是全年度的奉献证明，2024年度的奉献证明一定放伫各位兄弟的奉献其中。除了一般分会曙光的奉献证明，也是有对外来单位奉献的人，佫会收到一张对外奉献的奉献证明，请会友注意。第5点，关怀事务组的报告，5月第2个主日是父亲节，后礼拜5月10号邀请兄弟来敬拜，礼拜了后请兄弟带厝内人主动翕相，政府即时甲同工会合作翕相，教会嘛会准备一份礼物送予专职甲代志的母亲，在等者有。5月份受请的庆生，请孔牧师主持。在整体消息，4月27号，杨静瑜姊妹安孝主怀，各小定伫5月14号上午9点30分，二滨景阳路2楼至善2厅府各个礼拜，愿上主安慰民众话请。兄弟关心大道，搁来团体消息，兄弟团体甲妇女团体会读出于5月15号拜四上午7点50分报道，8点准时出发。咱有准备早饭，请准时就请。搁来告解消息，请大家来看。好啊，庆生咱请口播师来主持。
那请名字在上面的寿星不要客气，你不要太客气哦。惠智，杨教授，阿彩，没有，快，你今天很帅，快点。好，那李姐等一下要补那个安怡姐的生日哦 ，OK， 好，会长老好来，杨胜，今天5月份是大月，麒麟兄，平安，一起来，大家要帮你们唱生日快乐。平安，还有你生日，大家要给你唱生日歌。你来，2月，这个月份是还比你早12我也能数到5月生吧。哇，真的是大月哦，美拜。来，小朋友不要客气，在前面哦，这样拍照比较漂亮。来，社会来唱啊，生日快乐歌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上帝，谢谢。我讲非常那种，去啊，一天的。感谢上帝恩典，感谢兄弟姊妹领导互我会当遮来过生日。今年是我第2个30岁的生日，感谢上帝，过节的日子都是来领带，送来自来的日子，让他们我们到各个教会来庆祝生日，愿一切要归到上帝，多谢。我讲多一点，就是我已经就是要分享，就是迈向63岁了，然后就是刚刚那个现实有歌里面说我们的生命像一首歌，那我觉得我的生命就是奉是感恩的歌跟喜乐的歌嘛哈，可是我现在好像就是感恩，就觉得我真的是接受，就是上帝给我那种白白得到的恩典，就是心中充满了感恩。可是喜乐我还没有达到这个喜乐歌，我想我接下来几年希望可以达到我那个喜乐的那个，把喜乐歌继续写下去。感谢上帝恩典，我今年的生日就40岁。看袂出来。也祝福大家咱身体健康，感谢大家。惠智。我要，我要我祝你我生日，祝你快乐。我会哈，重新搞这个很好的季节，受训这个叫做天花艺。
大家的过程，感谢这个，谢谢。上次我十岁岁来遮古田教会，会使跟继续伫遮，今年嘛是60岁，感谢主的恩典，祝大家平安快乐。也证明让我刚好在这个时间来这边跟大家一同庆生，谢谢大家。感谢上帝吼，我倒在遮过生日，也感谢上帝祝福我的太太甲我的囝仔过生日。我的孙吼，这几天预产期，所以我是你的孙。感谢上帝，感谢大家听啦，感谢，我是拢感谢感恩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平安健康，谢谢。咱做伙来为寿星来祝福吼。基本上的，阮献上感谢，因为阮逐工的日子拢是对神的话，阮感谢你，像是阮有信心，有你的话成做阮伫世间的快乐甲不忙。有你也大大赐予阮5月份的寿星因的生命充满属天的稳定、喜乐也求你看顾因伫世间的生活、信仰、家庭。都有甲人的关系、甲上帝的关系，拢伫平安内面，愿一切的都归你，愿平安归你。衷心感谢伊的我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生日快乐，上帝祝福满满。大家待会要留下来一起跟寿星吃蛋糕哦。很热闹哦，大家可以等一下礼拜结束后，可以一直去分享你的生日愿望。咱即时要当心来祈祷。非常地，阮为着阮的生命。阮的生日献上感谢，求你用欢喜的充满阮，也求你帮助阮。伫世间的日子，阮虽讲会拄着艰苦的代志，流目屎的时，也阁有黑暗看袂着光的时，但是恳求你的圣神引带阮，互阮会当伫国外的耶稣里面看见光，主即个光引带阮。会当继续行落去，这个光，互阮心内有快乐，会通行落去。这个光也要鼓励阮，无放弃，用信心来祈祷，来倚靠上帝。主，阮感谢你，若无你的稳定，阮无快乐通行遮个代志。阮常时也要为着，伫阮中间的兄姐，因失去亲人，时常伤真难啊！阮感谢你，互因陪伴阮伫世间的日子，阮甲因会当做伙敬拜你。遮欢喜的时间、娱乐的时间，我们都不会忘记。来恳求你，来继续安慰因的遗种，因的不甘，因的目屎，求你的圣神安慰因的心，也为着伫阮中间身躯欠安的兄姐。仰望主你的扶持，甲帮助，阁有你异地的大观念，充满伫因的内面，互因的心不失去盼望，互因伫因新生命困苦的时，犹原祈祷主，仰望主，祈祷主。为着今年要升学遮的成员，雨信、余泰、洪昌。主恳求你也赐福因带伊的人生，因还阁咧学习，因还阁咧憔悴，但是恳求主的圣神因带因的生命憔悴着主，因为你就是智慧的来源，也求你帮助因为因备办人生下一个阶段学习的合场。无论因伫什么款的学校，拢求你大大赐福因，互因伫遮个学校下一个阶段的学习，拢成做因人生大大的帮助。
为着伫外口去工作的家恩，还佫有其他即勇猛助力的夫妻甲同在，有你鼓励伊，当伊孤单寂寞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的话，你的信心，甲因同在，互因知他们不是孤单一人的，有你也扶持，照顾因辛苦的痛苦。当他们在外地的工作，有困难，也有稳定。为着阮伫外口旅游的兄弟，也勇猛助力的保守，有你带领因出入平安，享受你所创造的世界，享受他们旅途的愉快。主，这拢是稳定。阮还阁要为着台湾，你所享受阮的土地，阮的国家，主恳求你，互阮智慧、气力、疼心来照顾阮的国家，你所享受的土地。还佫有侪祈祷，阮摆咧你面前会坎坷，但是阮感恩谢谢，当心祈祷，我可能所祈祷的。咱做伙来吟落尾的圣诗，吟诗煞请老师来做个，请敬礼。咱当心啊，领受上主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圣神的感动甲相通，是上甲恁正人伫地，也找见你，成做主耶稣基督过我疼的见证。对这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请坐。
同学，我为你一一介绍我们教会的青年，好不好？首先，今天司琴的是木真，很厉害哦，大料有够好，过来这个怎么介绍？大家应该都认识。好，这个是简玉堂，玉堂是会长，好，青年团契的会长。然后是品恩，哦，黄品恩，应该是要介绍，不要，隔壁，好，好了，好，然后这个是那个，玉成，你戴口罩我会瞬间很紧张。玉成，然后明轩，好，明轩，然后国宏，好，国宏，新郎，好，跟教会结婚照，我想说每年都要结一次婚，哎，他今天特地这样穿，要来服侍上。站长有说他比结婚那一天还帅。这样子对得起这一你结婚他没穿这一套啊？他穿那套比这穿多啊。凤乳哦，是吗？真的吗？啊？后面那天他帮你在接打球去。也是今天的直播，还有后面的以乐哈，咱的书记哈，那李金梅啊，教会的下一代底下，还可以就好记得，好吧？好，相信祝福你们，也祝福今年，谢谢姐姐的分享，还要记得去外面吃蛋糕。